雅婷逐字稿，雅婷逐字稿。说可以把声音变成文字，好优秀。他也没有办法辨识那个台语啊、闽南语啊，闽南语也听得懂那最好了。允许雅婷逐字稿录音了。优秀优秀。使用程式都要先看那个条款啊，服务条款，通常都是保护的啦。有时候发生事情不能找他们麻烦啊，不能要求他们赔偿啊，那我们也不能恶意去破坏人家的，要做到大家平安相安无事啊，不要损害啊，不要损失啊。你看，内容这么多了，如果有一个程式说可以把这些萤幕上的文字都念出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按一下这个叫大声朗读，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。OK Google， 请帮忙把萤幕上的文字念出来。你看要随选朗读了。原来要有这个程式叫随选朗读了。你在 Google Play 里面去下载啊。到 Google Play 里面去下载那个叫随选朗读了。下载安装随选朗读。你看相机镜头对准图片，文字也可以耶，不过好像都是西文的，不是中文的，不是泰文、英文，不是泰文、韩文，不是越南文，好像都是西洋那边的语文，还可以多工处理，优秀优秀。协助工具按钮。要清楚随选朗读图示，随选朗读，优秀优秀。有没有办法念出来？不容易啊！看看有没有可以储存。哎呀，原来可以储存呢，也可以列印呢，储存为 PDF 档，也可以列印呢。你看，我把这个内容储存为 PDF 档，要怎么做呢？按这个页面这里有个向右，然后按储存为 PDF， 也可以列印呢。哎呀，优秀优秀！同意，然后才可以开始使用。雅婷会将你的录音档案呢直接打成逐字稿呢，立刻新增录音档，让雅婷来帮你吧。优秀优秀！谢谢雅婷的帮忙。今天很高兴能够下载安装这个程式，感恩创作者，请试试看。
哎呀，真的让人称赞啊！优秀，优秀，优秀不是游戏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你好棒！雅婷啊的帮忙。哎，那声音，嘿嘿，今天很高兴啊，能够下载安装这个程式，感恩创作者。嘿嘿，优秀优秀，请试试看。哎呀，真的让人称赞啊！优秀优秀，优秀不是游戏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你好棒！嗯。